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林老师也带来第二道哦，饼干吗？饼干，造型饼干，造型的哦，对，有一点点做可爱造型。OK， 好，那饼干呢，应该是零失败了吧？对，饼干比较容易一点。OK， 好，那重点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哈，我们这个奶油一定要室温软化，就是手指头按着下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因为你如果没有软化的话，它有的硬有的软，这样子它没办法搅拌均匀。按着下去之后，我们加糖粉，纯糖粉一定要过筛，这个我们都已经筛过了，加进来。好，那因为糖粉是比较轻嘛，所以就怕整个那个摄影棚啊都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先把它打微发哈，如果你要吃酥一点，你就可以再打发一点。那因为饼干如果太酥，它会比较拿起来容易碎，所以我这里就是有打发就好了，不要打到太发。这样子有一点点绒毛状，好，有一点点绒毛状这样，然后把它拌下来，旁边把它刮下来，再稍微轻轻的打一下。让它是均匀的。好，这样之后我们就下蛋。好，我这一次是用蛋黄，那加蛋黄它的口感会比较松一点点。好，只有一颗，所以我们就一次下了。搅拌它乳化均匀，完全看不到蛋液。好，这样子。如果你的量多的话，你的蛋就要分次，让它每一次都乳化均匀，才可以再下一次的蛋。好，这里打发好了，蛋也加好了，我们要下面粉了。那下面粉的时候就直接拌匀就好，不要再去打它了。好。压拌均匀就好了。可是像我们做饼干，有的是可以就说我今天这个面糊啊，整个都已经做好，有的是可以冷冻嘛。可以。那今天这个也是可以冷冻。可以。像如果说我们把东西做好了，然后我们半成品，我今天思涵来我家，我很开心，我就赶快现切一切去烤来吃，请你喝个咖啡，这样子。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要调一个，因为它的耳朵是咖啡色的，所以我们会有加一点点可可粉，好，稍微用手按压一下，按压一下。那可可粉的话，那个量看你要颜色深浅，因为它的耳朵的量、耳朵、眼睛它的量不多，所以我们不用染太多，就是把它颜色，反正是造型的饼干哈，所以基本上你如果往这个像台湾很多的这个烘焙材料店呢，它都有卖非常多的那个色素，而且都是天然的哦。对，色粉，就是色粉哦。对，那都是天然，什么颜色几乎你讲得出来，它都有就对了，而且是天然的哦。那你要做这些造型饼干，但是要考虑到的就是天然的，你如果进了烤箱200度、180度之后，可能颜色会变。对，就是没有那个色素来的漂亮啦。对，但是吃起来比较没有负担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把它染好了，好，颜色染好了，让它均匀一下。好，这个是咖啡色的。那我们已经称好的。好，这个一个身体的部分是15克。耳朵的部分是一边2.5克，好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稍微搓一点点圆之后，轻轻的压一下。那狗是嘴巴这边要鼓起来，所以这里稍微轻轻压，让它这里鼓鼓的，然后手往这边稍微碰一下，然后它的形状就出来了，比较可爱啦，对，就是有一点腮帮子这样子鼓鼓的，对，然后这个搓成水滴状，
那我们刚打好的面团，它是比较湿的，所以可以不用粘附着的。那如果说你打好了放了一下子再来做，可能我要去洗个碗啊，接个孩子回来再做的话，我会建议用蛋白涂在这里。做粘着剂。对，做粘着剂，蛋白涂着这样子。耳朵往上。然后戳一个水滴，有一点点长，这样他的耳朵有没有？然后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嘴巴的部分、眼睛的部分就是2个小球球。那我们会先做鼻子，让它中心点，然后再来先抓住。对，先抓住鼻子。就这样子，因为一定要对称啦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鼻子它很重要。好，再把它压一下，压一下。那眼睛的位置也很重要。如果你眼睛太高又不可爱，太下面也很奇怪，所以在嘴巴的斜上方一点点，就2个，看一下有没有一样大。所以位置很重要哈。对，它才会可爱。不然的话，好像这只狗眼睛摆得太高，又好像太势利眼了，对不对？它就是看起来不可爱，很无辜。我们做这个就是要可爱哈，一定要很无辜的样子。对，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要做的有点下垂这样子，像一副很惹人脸的样子，小熊维尼那样。这样真的可爱耶。好，就这样把它有点傻傻的样子。然后它还有3根头发。它还有3根头发。对，所以我们会把它用一个取一小块。哇，这小朋友一定很喜欢啊。亲子很适合亲子哦。好，然后切半，这样。那如果你一次做，你可以先把头的部分都做起来，然后粘就很快。对的，就是统一了，就所有的脸都做好，对不对？然后所有的耳朵都戳好。这头发还不是贴着呢，还有一点翘起来。对，翘起来很时髦啊！它有那个做那个发雕，这样就一个。OK， 第2个。好。我们可以造型不一样哈，可以往下，这样。那眼睛要对称哈。好，我们示范2次，这样。真的超级可爱的。老师，那我们做好要烤的话，大概要烤多久？我这个用180度烤20分钟，然后再看一下它是不是每台烤箱的温度还是会有一点误差，然后再来增减。那饼干比较不怕烤。它的时间可以烤长一点，没有关系。那温度低一点也没关系，对，没有关系，颜色会比较漂亮嘛。对。那像如果说我要冷冻的话，就是把造型都做好，然后一个一个放在盒子里面，对，免得说它水分也那个，然后造型也怕会跑掉嘛。对，我们都做好，然后放在冷冻，然后要烤的时候就是回到常温再去烤，这样子。